不思时，鱼头鱼头一枝花。松儿房间房门一开，打出来一位老先生。这位老先生手浪向拿着一把擦把金鹅，人达到外头，搿张面孔不大活路，嘴巴里向辣浪口。阿奴啊，你摸点少，你快点，你摸点少啊你！闲话还分头影从你背后头啪跟出来个小姑娘，搿小姑娘望上去搿个年纪呢，但眉毛倒是粗方不多，中等身材，小有面孔，一根头粗鼻子，看看呢还可以看看啊，身浪向蓝布旗袍，脚浪向白马，黑颜色个大配鞋子。但是个小姑娘开出口来呢，听众们要打招呼，稍微个声音有点早。爷爷，咱们走吧。小姑娘你真的无聊，我恨不得我画那个人哦呢，你哪不想呢？啊，昨日你就挨着这个一步一枝生意分走让你都养我，你都养我呢啊！好了，先生，直播里向来了，十个一个小囡啊。个手棒举起来，但是呢，仔细看，结果我来了分化下去，是个手变成一个弧线，拿个小囡手扎一踩，做成两高头，搿种亲人手踩手，往成财往外头辣浪追出去。每摆一听就晓得，搿个是做成两高头。尤其搿个年纪大个，手里向拿着把金鹅，手里向是啥？做生意。拿着金鹅做生意啊，搿么就是茅草咯。嘿，南北向不一样嘛，我不会。搿创新性我活过个，但不是想办法跟你都吃起茅草，谁地动地嘛，要还翻做天边虫子。哎呀，花点海水里多，要摆脱这样。这位大伯，请留步。哎，老先生的耳朵倒还可以了。是一听嘛，背后头有人辣喊：“这位大伯，请留步。”这位大伯嘛，就是喊上年纪的人咯。老先生对边浪向一看嘛，人也不管，还是对慢慢叫调过来，对搿面一看嘛，哦哟，上天，又家里还有一位姑娘，搿位姑娘，搿张面孔蛮标致，身浪向行头笔挺，脚浪向还是小皮哦，非要识得过感动的个小娇啊，大小娇，大伯，你还是害你呀？是的，你绝对是害你呀！哎。结果老了靠啊！啥体啊？又被人家喊你啥？你哪上岸靠啊？观众朋友们都是不晓得，搿位老先生马场，两晓得每一天夜里出去要兜几个圈子，不晓得走到几伙地方，顶多做1到2次生意不得了。想不到今朝大门也分出，生意一进来，你说你哪不要靠我？都是要辣浪路大街。哦，就在这儿，13号。啊，13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隔壁邻居哇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伯，请，大姐你也请。哎呀，请。大伯，请坐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大姐你也坐。哎呀，客人少，门中要招待里多啊。想啥子？前一天啊，要刚刚才动的辰光，搭里马上逼路成分数的吃给，吃得真多吧？啪哈2杯茶，台上一放门。大伯，哎呀呀，请喝茶。哎呀呀，大姐你也请。一副够当，一西瓜菜，马场亲戚北路村倒是第一桌，现在跑的这个样头。辣辣嘴巴里向辣辣敷衍水，伸到台台里向抹发，抹啥个么子，抹汁子，还是银行汁子，对面有银行汁子还买啥个厂，抹出来这样一个小布子，那这个样子，上青颜色个封面，其实是啥呢？把现在讲起来就是三姑娘说明书这样一张，慢慢就可以拉开来，越拉越长。大小姐，所以的床头了，本事在浪该打，你欢喜萝莉一头，你进地不放。那么这样子，我自个也去冒窗子。大可那不是，那你讲不去听戏了，叽，嘎嘎嘎嘎嘎，叽，嘎嘎嘎嘎嘎嘎。大伯，真抱歉，我不要听你们唱。大小姐你
一本水准进入，你还到该打来呢？你非要天长。是。像那个小姑娘，你让心我老头子开心为呢啊！你非要听唱的喊我啥？我们这空欢喜一下。我们老了呢，这种事体也碰得多了，算了，你不听唱，不听唱啊！我老头子的耳朵是再近，我是真的太会，我哪会得听？不是的，大伯。没打招呼，打招呼啊！你说话，要来得及不得大姨。不是大声讲，你也要听。我不要听。不是，你不要听嘛？你突然我直说啊！大伯，我想和您聊聊。哦哟，你搿位小姐，你真的蛮清的。什么呢？你当我聊聊？你还晓得我当我身头两高头现在要不要分吃？马场是这样的啊！本人家辣浪吃鸭饭，你苦哪里辣浪边浪向唱。一到后来，赚大两个小洞地方填饱自家的肚皮，乃是吃饱饭没啥事体，当聊聊。大小姐，大伯，没空，今朝么实在生意要紧。这个我明朝过来，我当你大清老早起来，我就当你好好讲聊聊。这，大伯，请您坐一会儿啊。请问大伯，尊姓大名？你也想得到，极其普通的一句闲话叫啥？听了老耳朵里向，哎呀，搿种味道，师傅，难说。老先生，其实过去辰光你不是卖唱，你过去辰光做生意，改动地，因为党长大内今朝落难上海，卖唱没人看得起，大家晓得。但是想不到搿一位小姐，我不晓得你啥个身份，拖了呢，实干客气。搿句闲话是真容，请问大伯，尊姓大名？客气。咁么别人家实干谈句呢？咁么你哪呢？啊，你理财不理财一岁头，你做不出。咁么实干吧，老一动脑筋实干吧。我晓得你拖了，你要当讲闲话。我是没功夫，我不得内门，我的事体，我夯巴啷当过路三门，我谁不讲不难听，是我的事体，我要快就快，要慢就慢，要上就上，要抖就抖。大小姐，你客气，你客气。你啥个黑我做老头子，你为啥真心大名你客气。老头子姓侯啊，原来是韩大伯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我叫侯本。谁是我名？祖居江南，姑苏。看得出老头子苏州人，我没自由。千万平静地，小本经济做言神。晓得一点点的辰光，我就跟着爷娘出去做生意。后来了，让天津陆家落下来，开始一盘小家的金货店。那么再后来嘛，爷娘过世了，高兴先我一步走着。那么你一家人家4个人，我儿子、媳妇，这个是我的孙女。那么来想4个人为一盘店嘛，日脚倒还可以了。那小民国风雨中风险，小小地铺花卉心，一日
的呀，当仗你中国人没出息当仗，我可被今后的捧一捧火，烧得金当光。那么来想，昨日为啥端端讲人家，今朝弄得叫富家可贵啊！节节冲啊冲，是上家去。那小屁屁后在不得，引到那路浪向不太平，旁人一路把兵看见我心腹有几分之什么不里都相知谁谁，那么来想我儿子还要上去，大里都拼命，还要上去得个不里都为谁为的拉起来，砰随着一枪，死口之家，情可悔，老少妇女只得做流浪人。二分上海是富贵地，那小 BB 家是势力深。我以为上海是当黑上花，啥人肯写中送太后，只得靠煤厂来推身都光阴。俩想得到老头子过去辰光是个戏迷，原来非但欢喜唱戏，还欢喜拉戏。今朝辰光一个戏迷了，让靠搿个文明。咋？不是大三叫。我的事体我才告诉你这样。是的。那么你啥体还要拖拉我呢？可我的事情还没告诉您呢。这个急杀你，这个急杀你！哎呀，那个事体不关我事体，我不要听呀！大伯，请您无论如何再坐一会儿，就那么一会儿，大伯行吗？大伯，说啥个了？啥等我自讲。天都失光，啊！小姑娘黄头四十岁，眼睛里看得出，背有啥个事体，请我帮忙。小姑娘，那个眼光凶的，你也晓得我老头子年纪轻的辰光，我最欢喜帮别人家个忙，但是今朝我帮不出。这样吧，大小姐，我再坐一些些，好吧？大伯，谢谢您。我有生意，哎呀，知道了，我坐一些，我帮托你，你有啥个事体呢？你当我讲的话的。好的，一定的，大伯。其实我和您是同病相怜。大小姐，你快去，你搿句话，你快去，你当然是同病相怜呢。哎呀，你看呢？你身浪向没好，我身浪向也没好嘛啦。大伯，你莫容于谁把病负分。我与你同是天涯冷落山。我不礼貌，我说头那个闲话。您说，大伯。你说你老娘讲嘛，唱戏个是。你叫啥？秋海棠。叫翠海棠。是的。实在是叫翠海棠。是的，大伯怎么了？肯定是叫翠海棠。是的。不哪
了。你也晓得姥姥不是个西面嘛，你都也晓得哩，最迷啥人？崔海棠，还叫个世界娘这样子呀？哎呀，我他崔海棠三个死了铁架边，哪会得大难会得大到铁架边搿个这个缘分？还有个老先生忘记脱自家个年纪，屋里接着我凳子浪向，50个事体嘞，这样说起来，那谁是崔海棠的小姐咯？啊，不敢当，我姓吴叫梅芳，您就叫我梅姑娘。哦，梅姑娘，梅好，失敬，难坐，水浪向一只琵琶分两边我送，难坐。哎呀，难是不晓得我是你老娘家的粉丝呀。是吗？哎呀，我们顶欢喜听你个唱子呀，可以这样说一句的，今朝一日没人可以早给崔海棠唱得这点灵光。早就不唱了。老早就不唱子。是守你心，永一回。爸爸的脸被军阀给毁了。老先生你也晓得，事里个谜你哪能会得不晓得？但是10多年门前有2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是崔海棠唱得实在透红，把人家妒忌，努力面孔坏的；唯一种说法难听，是崔海棠的美军官的太太有死在后，东窗事发后来，哎呦难听些。姥姥的资格结合，刚刚李老师说，我爸爸的脸是给军阀给毁了，搿嘛也是第一种。你看咱美国几乎漂亮，是啊，会得怎么回去个走啊？没有办法，带着我回到乡下去了。一去就是16年，风雨大时间。口对别说的，请坐走啊！哪会得到上海来的呢？来新娘，哎呦，刚刚有交关辰光的了，眼睛问题再眼睛，我要跟你说去马场。铁特里，妹妹家有机会再讲啊！大伯和你一样，是逃难来的。我当我一样，还是当的啊。那只下风湖里风声的，是那绿马的女孩大城市。到了上海才知道，上海一点都不好。上海搿趟上货难不好呢？什么东西都很贵，而且最近老涨价。是个，那个句话讲得真对。上个在涨价，才是股票不涨啊！老娘讲，不看见里个人物，钱都用完了。爸爸实在没有办法。滴滴，终日随来走，没奈何，只得做佛僧。老娘讲动地用光，送出去年是一起唱戏，说是唱，其实根本就不唱。爸爸在天蟾舞台，一个晚上4小时，做一只跳壁虫。啥的？不是每个人能是啥？爸爸在做一只跳壁虫。你老娘搞了让天然舞台做一只跳壁虫，一个晚上才4毛钱，而且我爸爸他还在吐血呢。这个哪可以呢？没有办法。过去的我几乎有名气的军人来位置我死我不肯我太太饭吃饭呢。呀，死过呀！你这个日脚难过哦。爸爸一直在吐血，我心里面也急得不得了。老娘讲吐血要送嘛，要到医院里去看过。可是我们吃饭都没钱，怎么到医院里去呢？我所以思前想后，想来想去，我又不能眼睁睁看着爸爸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其他办法，我就看到大伯您，大伯，我想请您帮帮忙。也西瓜子开得稍微数这样一些，说出大事体来做的。
帮忙，啥叫帮忙？搿洞里拿出来，搿就叫帮忙啊！顿时之间，搿位老先生面孔扎涨得血红。哪位人啊？说起老先生的脾气，过去辰光谁欢喜帮拨人家忙，但是今朝里帮不出。哎呀，哪位人？梅姑娘，大伯，不瞒你讲，我是你奶娘个粉丝。我知道。啊，我再相信你。今朝里这样子，我想帮，但是我现在我帮不出。我不是瞎说啊，我不是骗你啊！不相信我拍不难听，我看上去没回应你搞错了，我不是问您借钱。哦，你搿个帮忙，你不是问我一样东西啊？我不要借钱。那么你啥个事体呢？大伯，一桩事儿恳求你。啥个事体？你讲。若内人意下去查戏分，是此哈下手拉夫亲。大伯，我会唱戏，我学过。大伯，你们卖场带上我，我要帮爸爸的忙，您就带上我行不行？大伯，老先生，听到这段，难可能不帮啊，梅姑娘。大伯，一句话讲了门前啊。您说，这口饭不是人吃的饭，你也晓得，你也懂啊。我爸爸都做跳鼻虫了，这饭是人吃的，我要吃；不是人吃的，我也得吃。这个闲话，假使从一个上年纪的人的嘴巴里向吐出来，你尚可以听听；现在从一个小姑娘嘴巴里向讲出这一句闲话来，听了耳朵里向倍觉心酸。老头子，真奇大爷！真的？哎呦，这哪辈子开心啊！省了个力气来嘛！大伯，谢谢您，大伯太好了，真的谢谢您。一刻钟之后，老先生带着两个小姑娘，到是啥个场合？现在叫南京东路，搿辰光叫东华路，又讲人家叫金陵酒家。不然等上去了。啥体？搿个马场呢，分两种，一种叫三座场，一种叫压座场。三座场呢，没人参来唱，来自设是下场，唱到阿模样，不人家不来多少是多少。而压座场两样，是第一头还要几乎同地，是五角洋钿。就说各位老先生，你不要看不起的，你是买压座场，各位。才子两姑娘不能真10几吨的，可以讲人家还是蛮大讲人家。到这里浪向当中通道一列两半边全部是包房，这个包房门口的一块一块的帘子，假使今朝里向有客人的帘子在落下来，假使里向没人，帘子高高举起。老先生当中往里一列的两半边一看嘛，今朝所有的帘子哇全部在落下来，看上去充满生机。那么呢，上山下山，那插把金华，随着搿点便当，身体一直，搿把金华往从大胖浪向一挂，来个啥？当啷当当啷啷，你来，哎，老头子，我来兄啊，你还来？哎呦，侬现在哪能越来越矮了？钞票不要赚了？不是，哎，哪能跟我小姑娘啥人？心情人个孤芳深头，你空倒漂亮，哎，老头子，哎。侬胃口好，你过往生头饭也没吃。哎呦，搿是叫穷开心，穷开心，穷开心，只有侬想得出。哪能也都长知不讲？晓得了呀？帮忙有啥子概念啊？哎，老头子，我晓得，哎，侬懂了，懂，那搿个放心来，懂，搿个哪会不懂呢？搿个全中国人民侪懂，搿个叫胃口哪会得不懂呢？搿么我今朝个操，送这个结果大胖浪向一过来，当啷，你来，结果把你亮，你边浪向搿个生肉二姑娘老吃老吃不着，每日提出来，把你跟臭鼻子回到门前扎老子，喊生意只会喊生意。但是你喊出来不是喊生意，三姑娘全向我讲，带着两半边个包房，卖场喽！你不要好得了哟！啊，
这一想随便吧，我吃来马场的呀，2个人还总比1个人来得狠，所以8日之点火龙门卖场啦！搿个辣侬边浪向眼脱一下，上天终点讲搿三姑娘第一趟带你出来时，哪喊得出搿一声，你突出家讲了咯？而是想不到搿三姑娘冲得出反去讲你搿条声音，哎呀好听，哎呀甜，哎呀浓。老先生，你慢慢叫开心，留下来，有得你开心，你慢慢叫。现在说起来，2个三姑娘声音回分得到地浪，生意已经来着。随浪搿边3个亚洲，里向有4个客人，3个上海人，1个广东人，侪是做生意，做啥个生意？做房地产生意。最近是乖生意好哟，好得不得了。搿个广东先生赚着一票，你要转去，3个上海人让天天送行，台讲7个档口，十上头的听见外头卖场啦，脚来得真好。说起各位广东先生，你这个票友，哎呦，欢喜这个戏哦，哪能你恨不得自家下海唱戏去得了？这个回分上船的辰光，唱得对不？听下子上船对，这一个朋友王老师，俺在马场。进来！哎呦，那听，平常辰光喊几花哦，是哪今朝一喊呢，生意经来着。一听3个亚洲，所以老先生一进过来嘛，脸色慌一些。4位先生还是喊我啊！你哪想得到？3个上海人侪是该大个来吃糠，所有的马场侪认得。一看李在龙头进来，搿只裤浪头有个姓侯个老头子，一看嘛，别家这玩意别家，是吧？搿把劲拉得太外翻去讲你，顶破人随时你个身头，对面搿条活路血里走，人也不里说得啥个。老头子是侬啊！别家去，别家别，去。哎哟，老心里想难过哦，但是上面头浪向，你面孔上你看不出啊，分眼。老先生脸子差。放下来，身体调出来嘛，一身上退。没办觉着奇怪呀，搿里向个客人哪桩事体一些没叶，一些没飞叶。我来去问，是不是你第一组来不多？大概的梨子跟水嘛，轻咚咚，梨子裂开一点点。侬哪能，张小姐侬啊？我已经是个2杯，我经常动也不动，侬等退歇，侬到船浪向一好困天亮，搞啥么子？啪，然后啪的搞啥名堂去？先生，侬下去侬搞啥名子？哎，那。你们要听戏吗，先生？不是侬，小姑娘，不是侬来啊？哎，我来。不，侬带搿个老头子啦，侬是一道的。是一起的，要听吗？这今朝侬来唱的。是的，要听吗？不是我要的呀。哎。但是房间里向还有几个人，我要征求伊拉意见了，是啦。那侬是哪能只头巾哪能装起？哪能装头巾？哪能要？哪？什么？小姑娘这面孔更漂亮，从来没看见过，从更漂亮，这面孔快点进来，漂亮，从来没看见过。大伯，你搞错了，他们要听的呢。老先生让外头才听见，分唱了，这面孔已经麻动地了，重新进来，照样笑嘻嘻，打上来，恭敬4位先生。有理子，老头子，侬勿要开口，侬身浪向侪老人头气，侬边浪向开，说烧嘴上快速开个。二姑娘打上来，可是2懂规矩，打上来嘛。3位现在阿姨，我看见侬盯下了，侬勿要想嘛，侬擦这个蜡烛上啊，关着擦起来。没办法，在里向当然是恭敬。4位先生，你们好。不是小姑娘，侬稍微想点好伐？不，侬单点劲稍微用点好吧？4位先生，再想点好吧？今朝老虎爷说，搿耳朵是叫中安医了，我这个。4位先生啊，你们好。这个奇怪，难装几天，我是讲心里更滑稽。那一样老头子，侬当那身头2家头喊一声4位先生，因为我听了耳朵里向，我假夜饭呕出来了。那一样，这个小姑娘喊一声4位先生，我心里浑身落马条胡了，是吧？侬老虎爷说没看见侬过嘛？我第一次来。侬今朝第一趟来，侬就碰到我老虎爷说，看上去侬当我蛮有缘分的嘛啊！小姑娘漂亮啊！
侬，我当侬讲小姑娘侬漂亮啊，侬细巧，这个胖瘦侬也真好。侬不要外头去客厅哦，靠啥么吃搿种减肥药咯，啥么哈干八干，我当侬讲吃张毛病来了。姓啥？姓吴。侬姓吴啊？侬哪能介巧？侬哪能姓吴啦？我也姓吴，侬啥吴啊？口天吴。口天吴啊？哪能介勿巧？我是古月吴啊，细巧当擦天有功能了嘛，勿开心勿啦？不过现在姓吴才好，侬晓得伐？姓吴好啊！现在外头就像倒江湖，那么侬啊吴啊吴，大家吴啊，搿吴最好了，是吧？那么叫啥名字啊？叫美宝。叫美宝，小姑娘，侬这个名字告别个伐？美宝，㑚爷娘意思我晓得了，就是面包里向加点梅干菜进去，也是搿意思。可是为啥吃个来？不是的。几岁？16岁。16岁，爷说36岁属毛的。没有的。老虎，那么我找老虎，侬看得出没回事，所以伊拉侪叫我歪招毛。好了，勿搭多讲了，搿个行当啥个行当啊？青衣，侬晓得老虎爷说顶欢喜青衣，侬迭回青衣啊是吧？好了，来，录音头听。请先生点戏。勿对个，我当侬讲勿对，阿拉搿搭搿点爷叔侪老句勿对个。第一趟来最拿手个唱出来，假使灵光了留下来有得点，推背阿拉就一趟头生意。当侬讲。哎呦，搿是也经过啊，推回不去。那我就唱一段。苏三起解。什么子？小姑娘，侬看侬勿出嘛？啊，侬敢唱苏三起解？侬外头字面勿灵啊！苏三起解啊！侬晓得外头四大名单谁为搿头投资啊？别得个苗头，但也要翻转来。侬还敢唱苏三起解？看上去小姑娘有点三分三。好，来，爷叔们洗耳恭听。大伯，请您把琴操起来吧。来一听。搿个辣浪边浪向，看搿个爷叔老打理个蝴蝶嘛，蛮开心，是啥天嘛？搿个叫舞动，侬到也是开心嘛？有啥留下来多点两段，十上头的美不会说，大伯把琴操起来，不要现在。啥天嘛？练个戏肯定要吹海上高了咯，但是我搿个琴太坏，为啥我辣拉琴个辰光，隔壁老母这样高山听见我个琴声，连一惊一哭个是我个琴声。虽然连老男人活了浪个辰光，老锯子个声音差勿多啊。美姑娘，我搿把琴我太会搞。是，我也唱得不好。来靠起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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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苏三离了红铜线，将身拦在大寨前，未曾开言，我心内参过往的君子听我言，那一位去往南京，专与我那三郎把信传，就是苏三把命端来身边劝，妈我等到还。喂，那隔壁头那拍啥个手？搞啥个名堂先呢？隔壁头那浪拍手，搞啥名堂？我不开心嘛了，隔壁头老拍手，侬想着我出动地，那等地下出动地，哪还一场来搞啥个名堂？我这两天有点感冒，嗓子不是太好。小姑娘，侬这个客气啊，侬啊，是真的。侬啥个嗓子不大好啊？侬晓得老虎爷说啥个耳朵？上海滩浪向。老虎爷说：“搿只耳朵数一数二个耳朵，我听出来，侬搿个里向有梅兰芳的味道，侬有陈奕秋的味道，侬搿个里向侬还有邓丽君的味道在开了里向。我老虎爷说侪听得出来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侬那个，侬哪能会得唱得搿能子在啊？我当侬讲勿得老虎爷说碰侬，侬假使下海个手，侬假使面孔上贴贴片子，身浪向胡子行头，侬下海，我当侬讲四大名单要把侬夹脱以后，我当侬讲乖，搿个老虎爷说欢喜得不得了，碰上啊！哎呀，小姑娘这个，再，连连称赞，随身到台台里向去摸了，摸啥个物事？摸啥个物事？当然摸铜钿咯，啪！摸出来，哎呀，几乎铜钿，2块洋钿。喂，爷叔啊，你错脱个子，啥天你也晓得？哎，第一段叫做5角洋钿，那关你啥体了？啊是，欢喜哪能？搿个呢？那2块洋钿哪了？搿做生意，我是房地产生意，2块洋钿算啥
因为我每个病房里向我稍微对上个一对眼光，啥个人都谁来个？小姑娘，老婆娘说这个老年多啊，我从来没碰着啊。马从小姑娘搿能年纪会得唱得搿能赞，我从来没碰着。今朝老虎爷说，搿不算数，第一趟碰头，2块你拿得起，买只馒头吃吃。搿只馒头要哪样对不起啊？谢谢先生。边浪向个喉咙乖乖，你别听听你搿只喉咙嘛话，生意都是大得不得了，一个大老板。袋袋里啪摸出来，小姑娘，这个50块你拿得起？买块饼干试下试呀。搿块饼干是比飞机上大着哇！谢谢。天王浪向个大块头，现在讲起来上面头让你顶要责任了。那小姑娘啊，搿100块你拿得起？买来当个命名。哎呀，搿里当金沙金是吃不光，谢谢。边浪向个广东人棒穿起来子，啥天啊？上海人讲。搿叫抬轿子，你还晓得啊？山高头你到了抬5轿子，慢慢地，慢慢叫。水忙中比亚克里啪啪抽进去，摸出2个铜钿，搿来一大要几乎要300块。明白，哎呀，好个了，先生太多了。哎呀，没问题呀，杀谁呀？杀4个就已经靠上面了。先生，这样我再给您唱一个。哎呀，冇唱了，再唱我比价还要不呢，冇唱啊！比老乡后本倒是靠我要4块，吃娘吃是分走大过搿种那个生意，开心得不得了嘛！打上来，小4位这瓜老头子侬搿上来啥天了？是叫老外头人搞啥个名堂去？没晓得我好像上来是特动的，我今朝开心了，随身到袋袋里啪摸出来，还有几乎5块洋钿，你要昏脱个子，那拿得起。我本来一口没要4块拉近呀，我拉近南京这里不昏脱，不我5块呢，小谁的我老头子侬不要开了好吧？我开侬牙说好吧？那这个我蛮不进了，小姑娘，那么这个。搿样子今朝真的不巧了，是吧？本来我还想多听2段，那么这个耶稣不是个么子，伊要回转去了，侬哪能不要回转去？侬上船票当我退得好不啦？侬那不肯退，伊看见啦，老婆吓个啦，我讲好了，那么今朝就只好听到搿搭啦，是吧？那么老婆要说这个当侬压一压了，侬明朝侬有空啊？我来的。侬明朝肯定来个啊？是的。我等侬，哎呀，不巧，我明朝要到，我明朝到大学生，我答应有桩事体要重要事体，我明朝不来，后日侬来吧？来的。侬后日侬一定要来，你晓得吧？侬假使后日不来，我老婆也说等了等，我等天亮我等侬。侬假使不来个闲话，我老婆也说我不开心，我等侬，哦对了，我等侬不开心啊是啦。那么今朝早听到搿搭啦，那么早等侬再回来。搿面个门槛蛮高，侬当心不要摆太高，侬摆太高，老婆也说又不舍得个。等侬再回，拜，也喜欢的。弄得个老虎也说身高才低头，实在欢喜搿个小姑娘。哎呀，美宝马上居然会得随着石岗心动地回到屋里，到底那行要明朝记住。